真的从来没缺过，所以骗子特别多，笃信只是假贿赂，全部都因谈行错。真的从来没缺过，所以骗子特别多，笃信只是假贿赂，全部都因贪心错。真的从来没缺过，所以骗子特别多，笃信只是假贿赂，全部都因贪心错。真的从来没缺过，所以骗子特别多，笃信只是假贿赂，全部都因贪心错。